什么坏毛病啊？这是？怎么能拿筷子夹花生米呢？要用勺，知道吧？你也吃吧。不要光吃肉啊，多吃点青菜呀。哪有青菜啊？这儿啊，青椒啊。哎，别光吃青菜，还得吃点肉啊。喝牛奶，不喜欢喝牛奶。人不喝牛奶怎么行呢？你现在还年轻，正在长身体。妈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我还没长好呢，这不科学。人家专家都说了，人不能缺钙，对吧？缺了钙的话，是不是就会骨质疏松？骨质疏松以后，是不是就浑身没力气，无心工作呀？那不喝奶的话，就会流落街头。不是，怎么就流落街头了呀？那喝了牛奶就不流落街头了吗？那大街上所有的流浪汉，每人发一瓶牛奶，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直接颁给奶牛得了。你呀，长大了，你嫌妈妈老了，没关系。明天啊，我就去养老院交定金，我住养老院去。妈，我错了，我喝。这就对。有人。我妈最迷信的一个东西就是牛奶，就在她眼里，牛奶这个东西是能治百病的。而且在我们家，感觉最大的一个孝顺，就是你自己去主动取一瓶牛奶。当代24孝，自取其辱。